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前一波嘅新闻哦，就是7月1号起始，呀，四大场所包含呀政府部门啊、学校啊、商店啊、百货公司，全部呀些蔬菜100用嘅酒罐完全做唔得来用了。故所提醒大家，听说要来配合呀减塑的政策。不过今日节目当中，要同大家来分享，其实啲啊只减塑嘅措施以前就有当到商店有配合呀只措施，已經有按呢啲嘅做嘅。今日節目當中，我來同大家小嘅一類轉到苗栗嘅返鄉嘅當後生嘅什麼嘢，佢會同大家來分享，這個店嘅都行全部係用最減塑、最天然的方式，同大家來分享一啲咖啡啊、點心啊、飲料，甚至幾樣用嘅做到嘅。韓國大家做嚟想一下，思想一下，你見到會買到一杯珍珠奶茶，唔過你三冇100用嘅酒罐嘅時間，你要用嘅曬，大家想一下。先嚟細細嘅介紹嘅今日嘅來賓，來分享惠美分享。大家好，我係模式生活工作室嘅王惠美，今日同分享來兩片老大家小嘅愛做嘅東西。冇唔錯，歡迎惠美來到節目當中，就從家下愛問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問題，其實呀哈。已經有一定人會自家帶那個環保吸管在身上，自家會帶的。不過，迄個是講，你根本你拿到一杯珍珠奶茶，你冇100用嘅酒罐，你也沒有帶到你自家嘅環保酒罐嘅時間，叫我用個啥？我係較鼓勵講，我養成倆習慣，就是我自家帶吸管，因為現在吸管有很多嘅形式嘛，有玻璃嘅，沒有不鏽鋼嘅，有很多，所以如果做得隨身攜帶，你不管要喝什麼都懂封片。就唔是講，係啊。然後如果沒有帶到吸管在身上的話，就會做得唔好就點嘅珍珠，就會點唔是用吸管就做得就口飲用這樣。用出家式嘅方式，其實有很多方式，用一啲啲咧，些方法、些技巧，就做得老呀。我們使用的塑膠嘅量減到下大條嘅，大家盡量為啊隻環境來出一條心力。今日嘅節目當中，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唔過我知道。喺當站嘅一個想法，比如講像樹紅，也係惠美亞的嘅商品，它叫伯爵奶茶抹醬，對不對？這個伯爵奶茶抹醬，啲嘅賣嘅時間，因為你冇用任何嘅100性嘅包裝，一次性的包裝完全冇使用，故所你就係用暗用嘅方式，就係玻璃罐嚟嘅方式賣出去。故所係自家拿定自家嘅玻璃罐嚟同唔買，暗用嘅方式。我哋係就因為倆奶茶醬係我自家做嘅，所以我就鼓勵我嘅銀行啊，就講大家如果想要買倆奶茶醬嘅話，就做得拿到自家無卡底杯有用過嘅玻璃罐啊，因為當到試過嘅東西就有玻璃。有啊，乜嘅跳夫儀啊，中國啊，就做得重複使用，在台沒懂很浪費。故所係鼓勵大家用自家嘅罐嚟帶過來，就做得買到你愛嘅醬。韓國人韓做得自家想講，我可能也一幫嘅客家會識到，故所我買下多啲嘅。不過喺下少識到，我就做得買下少啲嘅帶做起步卡。我哋會就是以稱重計價用，就是我哋會累積一個量，就做得開一鍋時間，就做得然後大家收夾嘅玻璃罐，然後我就一樣會消毒啊，一樣會弄乾之後再把醬放進去裡面，所以一樣是可以保存蠻長的一段時間。哦，對，因為要當重要哦，因為你青菜拿一隻乾的到現場，可能因為乾的冇消脫，佢就冇辦法變當久。故所你會先本大家用，可能用其他嘅方式，天發也係用路先煮穩，先跟你定，對不對？你要幾多量，聽好以後佢就開始煮好以後乾的咪會送過來。係啊。故所呀，當槍頭擺，同隔壁鄰舍總一條同事嘅種感覺，對不對？覺得回到以前嘅模式，係最不用到塑膠類的。沒錯，韓國你們都得用你自家中意嘅罐呢，對不對？東你帶自家可愛的罐子過來，拿到東頂你才罐呢，韓做的總係送本便宜，這樣就很有新意，很有手感的感覺。對，哦，不過剛剛講到後，呀，這個奶茶醬是伯爵奶茶醬，對不對？非常非常特別的一個口味，做乜嘅會想到講要做暗用嘅口味嘅抹醬，而且基本上沒留意抹到這個杯狗上面來，而不礙事。
色，同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抹茶酱还使用就是德国的伯爵茶叶，那它就是很香，好香哦！对，这样按呢，屁哈听听个。那个奶茶的香味，茶的香味，规个冲上来。可是它可能迄个动简单，不过个做个时间还动耗时诶。这个奶茶酱底杯的成分很简单，就还有茶叶啊，还有鲜奶油跟牛奶，还有糖，就按用听听。但是它要从一大锅黑液体，然后要一直煮到很浓稠，狗狗按呢。对，然后总唔得离开嘅我嘅，因为佢会重上来，所以你要一直顾着它，然后最少也要1个多小时。韩国煮嫩迄冻不会出火来嘞？系啊，对不对？就总唔得出火来。哇，古时候也系伊咧冻飞拱嘅。一红色彩，对不对？有懂耶，所以我一直顾，我一直这样子。不过亚洲口味算係豆貼片嘅果醬，你係對那片靈感來嘅本上嘅做呀？我哋之前喺老一扎頭中嘅果醬嘅品牌合作，佢哋本帶就有做啦。對，但是我沒有用我嘅玻璃罐，不用多幾個片，我其實做好當幾個嚟本我掉，所以我沒唔係用一次性嘅東西。包裝按用，所以那时候就是觉得这个酱在一般的地方很难吃得到，然后我们就想要带给大家就是不一样的抹酱的选择，因为一般常见的就是那几种，所以就想要提供不一样的给大家。哇，韩国搭配加下藝術到嘅貝果，米是真認同，好呀，貝果咩係你自家去淘嘅？對呀，貝果黑佬就是也是在地的烘焙的工作室，對呀，給咩係小的工作室，但是他做的貝果很好吃，就是比較軟的那種，不會硬粉粉。哦，有上市嘅貝果已經凍硬嘅，有冇？所以來就怎麼吃2口就飽了？對，咬不動，牙齒然後咬唔同。古時候你呀，係咩係透過你自家中意嘅口味，韓國咩係同樣沒有你菜體嘅自家來營養嘅嘢嘅業者，同佢來合作。係啊，不過我想來問嘅係，像按用減塑的方式，當然清好，當然對呀環境同好，大家都應該會按呢。不過其實。講食菜法有一些些的模仿片，應該講係懂模仿片。哦，你自家講嘅哦。對啊，就是因為唔係太自家就有養成兩扎隨手帶各種容器的習慣，所以一下子要大家完全沒有的話，其實是會蠻困難。而且我知道你按呢，應該會虧錢吧？因為有上是比如講就是一種行銷的概念啊，我就會希望講要3年來買，就會買一罐500公克帶做衣服卡。不過你按呢就做在本太家自由選擇，不要買這麼多。對，這是行銷的概念跟一般市面上太家嘅概念有一點點的冇共用。做乜介意想愛做按用減塑的店面，人嘅理念是什麼？其實一開始係大概蠻依從時間呢，就係這個時間我爸爸媽媽就蠻注重講，因為這時間剛開始就說我們要開始環保啊，有這個環保的開始的意念起來的時候，我爸爸媽媽就是會說我們不要用塑膠，不要用一次就丟，所以我們塑膠袋都會重複用啊。其實你爸爸媽媽沒係按嘞，對啊，其實是一個很隨手的動作。你聽到不買這種衣服卡，可能有一些些垃圾，你就用水沖沖啊，夾嚟夾定。然後給晾糟曬乾，按用它一般就都會繼續用。對呀，所以那個時候是這樣，所以就很理所當然的覺得說，我們很多事情可以不要浪費就不要浪費這樣。然後我自己是後來就是開始有減塑這個概念之後，我就開始會自己帶環保杯或者是環保吸管這樣子。然後所以在創業嘅時間，我就想講，我想要轉來苗栗創業，想要轉來做一些理念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又在賣咖啡或飲料的時候，又用了一些塑膠的垃圾，對，然後又用一次就丟那種不可逆的垃圾，我就會覺得跟我的價值有衝突，對，所以就在想講，我用來做，這樣做的有一個商業模式是做的減塑嘅。懂貼片用按用嘅方式，其實真嘅不是很常見。古時候大家應該來好好了解一下，除咗按用以外，家嘅容器剛才有講，唔單槍有賣像這種果醬
酱罐装的果酱，没有饮料就会鼻也压掉。不过迄讲是讲，我根本嘅真件无带到鼻嘅，迄种人嘅点度红。不过我有东上嘅水比好色嘅咖啡啊，迄讲里面比好色嘅茶，这叫用个啥？还有一开始就在想这个模式的时候，有参考过德国，也有参考过国内的。德国有一个他们的制度，他们是好几个地区连在一起，就是可以在 A 点借，然后在 B 点还。我等于在这个咖啡店借了杯子之后，我到任何一个德国的咖啡店都可以还。对，但是台湾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家制度，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如果要做一个完全不提供外带纸杯的店家，但是对客人来讲会有一定程度的麻烦，某缝片，所以那就提供一家配套措施啦，就会那有提供一家租借嘅容器的服务，本台去架，按用就算冇带到架笔嘅，来俩咩所得用一扎玻璃嘅唔係塑胶嘅笔嘅。总整起身。对，古时候其实上来也比嘅运用嘅来租借呢，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再来同大家来分享哦。好，分享大家要賺到福起來咧，我係終於去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吼，賺到美麗嘅後生嘅生阿妹嘅，佢賺到福卡，佢可以一間店，一隻店唔單搶賣佢當用心，熟悉到嘅商品以外，還有佢自家做嘅，唔管係果醬啊，亦係咖啡啊，亦係講茶呀，對，韓國都係用輕量減塑，完全減塑的方式同大家來分享。今日也下就愛來同海味搶海味同大家再個來分享，今日愛泡咖啡沖喎，不過泡咖啡啊，有分呀軟水跟硬水，講到按專業嘅東西，就啲阿權妹嗌做乜嘅嗌講生農民啦，呀講生農民啦，今日就要邀請海味同大家來分享泡咖啡咩有分呀軟水同硬水，因為有時是有人做泡茶嘅時間，其他就咩會講究呀部分，古時候連泡咖啡咩有講究哦。還有茶凍多。哦，茶凍多。茶凍多。茶凍哪一邊啊？因為係硬水嘅話，佢水底部嘅物質會比較多一點，然後它 TDS 的話大概會落在120到 TDS 對，就是水裡面可溶出的礦物質啊，裡面的物質，對，然後就會比較高。那地區的話也會有落差，像北部來講，台北的話水質是最軟的，然後越到中南部會越來越硬。對，所以講從有時是愛啲美麗愛煮水嘅時節，會煮出石灰質，會煮出石灰，對，那個就是比較偏硬的水，對不對？就是比較硬的水，這樣會按用。那在咖啡裡面的話，就是可以。如果比較硬的水的話，它可以萃取出來的咖啡的量就會比較少，就是它的萃取量會比較少，因為它水裡面本身已經有東西，所以我們在精品咖啡裡面煮咖啡的時候就會蠻講究水質。那對，所以就是會建議會使用中軟水質。對，如果太低，完全是 RO 浸透的那種也不好，就是也太軟，所以可以的話會借由在中間，可能是70以下，然後50到70左右，对，所以我們有時候測的時候，一開始設定的濾水器啊，都還要去測它裡面的物質出來的。對對對。哦，原來係按呢，古時候研了後，連泡咖啡啊，軟水跟硬水咩係有檢查嘅哦，幫大家來分享。古時候接下來就愛來請海味同大家分享你的泡嘅咖啡。不過一擺泡嘅咖啡咩係阿權我T100看到，按到手壓咖啡，真的手壓咖啡係乜嘅？手壓咖啡機就會沒有使用電，然後它就是可以用自己給壓的方式來做。那我就現在直接來做一杯給阿權們看看。哦，因為一般人都點美度烘看到這樣子其實是要做 espresso， 是要做濃縮的咖啡嘛，對不對？像按用一般點美度烘看到跟濃縮咖啡，就是用一台動態台嘅那種，可能是有一些比較小台的，也有這麼大台的。不過一般點美度烘就會用那種超大台的。對。然後可能 Q 用有跟你一樣的動作，要先用那個有點像錘子的東西。對，這個是填壓，然後把粉就是倒進來之後填壓，把它壓緊實一點，在這個濾杯裡面。對，濾杯度吼。對，然後一般來講，咖啡店用的是半自動意式機，所以就會有看到比較大台啊。
茶，又可以打奶泡这些。对。但是因为俺给店面俺好可爱哦，店面可以用摊车的形式，提供东西，有冇220的店啊，所以俺就用两只机器来做，就做出了意式咖啡机差唔多嘅质地嘅 espresso。哇，真嘅係第一擺看到暗用嘅機器，因為那個是要用高壓，然後又會小水暗用這樣做的萃取出來比較濃縮的咖啡。對，所以現在開始，俺哋下把小水加落去。以後我就會留給加壓，對，加壓的時間，佢上面有一隻壓力表，應該就在觀察佢嘅壓力，就在給它一些壓力。哦。然後咖啡的話，要萃取到它有那個濃縮咖啡的上面的油脂的話，壓力要蠻高的，所以我待會的話會增加比較多一點的壓力，讓它可以跑出來。哇！因為真係係同老輩嘅看其他就做咖啡嘅方式完全冇共用。今天是開眼界。沒有，這個是也是很適合，就係你去老輩錄音嘛，嘅就冇用54天係跟我一起加油嘅磨豆機然後小水。哦，因為磨豆機其實比較普遍，你有那種手搖的磨豆機，你帶水去就都得用。不過有像是去給它煮咖啡，就算是用摩卡壺好了，你已經是煮的比較濃了，不過你剛是講調嫩落去，好像還是有一點點咖啡不夠味。對呀，因為它畢竟是用最純粹的方式煮出來，並沒有經過壓縮。哦，開始流出來耶！你倆萃取就都在看到，你上面有一層就是咖啡的油脂，我們叫 crema。對，然後因為有這個油脂的話，你喝到跟拿鐵嘅時間，你這樣有個濃郁的口感。對，這樣唔會講就全部會水嘅強用的口感。哇，我覺得現在海維在我面前衝一波發強用嘛，很優雅那邊，這樣就可以做出這麼完美的這個濃縮咖啡。呀，可以了，就像那個有沒有天絲蛋糕嘅廣告有請那個很帥的男明星，有沒有 espresso？ 懂浪漫嘅感覺，嗰時候也係準備嘅呢。對，那人家就會倒嘅。我們也是用單一牧場嘅鮮奶，就是品質比較好的鮮奶。對，沒有透過嘅呢。然後會省電。對，我們現在就是要把那個 espresso 倒進去。哦，對，它上面有分層。對，它有那個咖啡的油脂。對。然後搖一搖，就是可以把它旁邊的油脂也一起均勻的帶下去。好。我真的覺得幸福的要起雞皮疙瘩了，好棒啊！按有一杯拿鐵就完成嘞，等迫不及待要給我了嗎？要把阿 Kim 摸，謝謝。哇，故事嘿，剛剛大家有看到吼嫩咚咚哎，在通常我們一般去咖泡咖啡，有時候不管用美式還是用摩卡壺，或者是甚至塞翁煮出來的咖啡，都不敢太有按豆嫩，因為那個咖啡味會被稀釋得非常非常淡。因為這個就是可以做出很濃的 espresso， 所以它可以加的牛奶量可以比較高。可是如果你是用一般的黑咖啡加進去的話，黑咖啡本身就是水，對，沒有油脂，所以你喝的時候會覺得很淡。太不可思議了！你看從來忙着，所以個氣咖一直沒有用電的狀態下，都得泡出按那個咖啡蜜按香跟拿鐵，所以你在餐車就可以做這件事了。對。然後還做的順便來做那個租借容器的服務，剛才有講到吼，基本嘢像我就係冇帶到容器嘅銀行。所以我同意買一筆咖啡，我順沙也同意租這個容器，對不對？那這個整個租借的流程，我們詳細的再個同天司機條前給觀眾朋友講一遍。係啊，就係像阿婷妹基本一來嘅時間，你也係如果沒有帶到杯子的話，我就會說，那我們有提供容器租借的服務，對，然後就會要麻煩說，因為我們有分不同的大小，像拿鐵的話就會用那卡重嘅筆葉，如果是黑咖啡會就用卡頓那倆筆葉種，然後就確定好你要什麼個以後，然後就講哪種容器，嘿，哪種容器要限後以後，對，然後就會讓你講說這個租借的話會有一個押金，先跟你確定幾多錢，對，然後押金就會俺就輸給錢，但係你拿來退的話，你就會全額退還給你，對，就等於沒有再給你多收一些租金的費用，對，就是押金，然後拿回來退之後就
退还给你之后，其实你现在就是可以帮我写一下你的姓名啊，还有天发，那做得2周内要拿转来完，就做得联络到你安样。拿转来就做得拿转人家钱就错诶，啊，不过配翻译讲。唔记得万一还讲就是杯子太漂亮了，我想自己留着呢。对，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押金，就是有这个保险啊，就是两边都会有一个就是保障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设这个押金就是设它这个杯子在外面市售的价格。哦。对，所以如果真的如果打破啊或什么的话，那对我们来讲也会是有一个保障，就不会因为减缩然后自己很穷这样买东西冇存钱。对，不过当然咩唔单抢买呀的东西，还有买呀，鸡卵糕要同大家分享。呀，鸡卵糕佢用嘅动贴片呢，也系乜嘅水果嘅鸡卵糕同大家分享一下。也系桑葚嘅鸡卵糕，佢系法式的传统的甜点，然后英文的话叫 clafoutis， 然后是比较像布丁的口感，比较像布丁的口感。对，那因为就是 no boy 像这个边缘就也是有一点做这种脆脆的。对对对，这个是用什么做的？我们就是会有一个膜啦，然后就是它主要就是奶蛋的类型的那个液体下去做。对。它是不是像布丁滑嫩的口感，但是它是绵密的口感。对对对，它不是统一布丁那种布丁。不是，它有一些软跟米稀，有一点点像颗粒版的卡士达酱的感觉。对，但你有吃到我们里面其实有加橙酒哦，就是有加酒，所以它那个橙酒溶在奶蛋里面，其实就会很香。而且它会把那个有一些卵，它会有自然的一点点味道，因为酒它就可以把那个蛋的腥味稍微压过去，再加上蛋狗跟狗子。是就你台湾No Boy 陆红就有给酸菜汁桑葚，对，像这个也是一种很在地的味道哎。对呀，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就是会去那种放学的路边就会去榨酸菜汁赚都不卡身，所以像这样子的甜点，就是你想做出又结合自己家里。韩国又黑外国嘅法国式的甜点，对不对？就是用在地的素材，像我们挑的我们的鸡蛋啊，跟鲜奶，像鸡蛋也是用苗栗后龙的鸡蛋，对，然后它是比较没有蛋腥味的鸡蛋。那鲜奶也是用单一牧场的鲜奶，所以我们都尽量用很好的，然后尽量在地的食材。然后我们也加了新鲜的香草籽进去，所以它的香草的味道会非常的重，然后加上一些酒类的就是融合，所以你在吃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它香气是非常优雅的。哇，真嘅唔但像研油牙做出来嘅东西，香味咩当油牙，其实还有好多东西要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係仲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吼，轉到苗栗嘅青年農民。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帶俾阿群妹一個心情濃厚、很療癒的一個主題。我仲蠻感動，因為我家設了咖喱，又設了這個桑葚布丁的這樣子的雞卵糕，很經典的這個法式的點心，又給他們台灣嘅口味。你做得看到，其實你一片做這個減塑的一個動作，以外你們做得老後。米絲同大家來分享，接下來又還可以繼續分享好米絲，能夠同家下認識到嘅東西風格有一點不一樣哦。接下來因為來是飯糰呀，飯糰咩係海維自己做的，而且你們的包裝也很漂亮哎，但是這個包裝同一般 No Boy 看起來又有一些冇共用。这个包裝其實也是花了很多心思，對不對？看起來就用一張牛皮紙而已，唔夠冇按簡單哦。因為一般嘅包材啊，不管是包飯糰或是一般看到很漢堡的那種袋子，它因為要防油的關係，所以內層都有一個防油的塑膠淋膜，所以它其實還是塑膠。多少連這種的塑膠，我們也要盡量的避免，因為其實那個。終究就是無法分解，所以我們就是希望說，可以在做飯糰的時候，也可以找到一個沒有塑膠的包材。所以一開始花了很多心思在找。那這個包材它是裡面的防油，它有一點點防油的功能，然後那個防油的內層是大豆植物蠟。
哦，所以它是用辣的方式，因为先前敷起来咧，没有看过有人用像这个蜂蜡的方式，所以用辣的方式，它也有一点点算是可以做防油的，对，它可以稍微防油，然后所以我们在包的时候，它不会说到外面都整个渗出来这样，但它又是全部可以完全分解的一个材质这样。故说其实有可能这个外面的包装比饭团还贵这样，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就会比一般的包材贵蛮多的。对啊，唔会按贵，因为底部饭团材料没用懂好啦，对不对？其实你里面像比如讲鸭饭团底都有包豆腐，为什么会想把豆腐？因为感觉湿湿的，不会想包进去饭团里面。这么干你会喜欢永州？我们这个豆腐主要是跟我有一个朋友在金瓜石自己做豆腐，跟我一样年纪，然后他就是在苗栗学会做豆腐之后，用传统的盐卤的功法去做豆腐，然后坚持使用台湾的黄豆来做，所以他后来就回到他的家乡金瓜石继续做豆腐。那他比我还要坚持减塑跟环保，所以它的包材一样，对，它的包材也是都是用玻璃盒啊什么的，它完全都没有用一般的包材。对，连豆腐就都在安永州。对啊，就想说可以采用它的食材加入我的饭团，然后这个是一个全素的一个饭团，所以就算吃素的朋友也可以吃。很香哎，因为你用到后嘅豆腐，故说所以豆腐感觉起来印象当中嘅豆腐係冇咪冇絲嘅東西。不過你不用到鸭飯團裡度，因為豆腐佢本身嘅豆嘅香味當香，同飯搭起來，它反而是提供了一種味道可以搭配飯，而不是它只是配角，它有一點點變成主角了，所以很特別。你除了做下豆腐嘅飯團香味以外，還有另外一種哦，有雞肉凍嘅啊，就是用比較日式的方式在炒中間的料，因為要把料包進去飯裡面。那我們的米飯的話，美黑老嘅竹東嘅一家莊正登大哥給嘅米合作，它的米啊就是比較特色，就是說有一個很重的芋頭的香氣，對，然後所以吃的時候，而且它是白米，所以唔係糯米，所以吃嘅時間比較不會容易脹氣一樣用。唔會有糯米氣啦。係啊，所以夾嘅米嘅質地沒凍好，所以吃起來嘅香味凍重。對，我知道後邊唔對你去家店嘅都烘嘅所有嘅食材全部就凍了嘅。不僅是剛才你講的豆腐啊、米啊，接下來還會同大家來分享。其實人嘅店嘅地都沒有賣茶按用嘅飲料，不過市面上你看到嘅茶凍度就是可能找一些比較方便的茶包啊，佢凍簡單就做得做呀生理，因為成本低又方便，材料好取得，佢就做得買到一杯茶可能就算係20條、30條，佢就做得賺錢。不過人嘅方式又同亞洲冇共樣，又咩係自家去淘嘅茶。係啊，我哋嘅茶係留咩係條分兩片自家散開嘅茶農合作，就是友好食茶合作，友好食茶富起來咧。佢咩當優秀係第3代的茶農。佢就愛用佢哋嘅茶，例如有紅烏龍啊，然後鐵觀音安用比較有特色的台灣茶，因為愛哋台灣自家嘅茶葉係全世界都非常有名的茶，然後質地跟香氣都非常的好，所以想用這樣的茶來提供在店裡面，然後給大家喝到好喝的茶，而不是都是可能比較劣質的越南的那邊的茶，這樣。其實台灣以前啊，咩係茶米動大量嘅出產嘅地方，我們全部都出口出去。不過也係因為人工較貴，台灣嘅茶咩因為農業嘅改良進來進好，農藥量進來進少，按用這麼精品的茶點到台灣人當小生。係啊，用這樣子的方式，做在認識自家家鄉嘅茶米，還講識到好食嘅茶，好食嘅茶飲料以外，還做在拿來做雞卵糕，對不對？又拿來做雞蛋糕了，對，像這個。我們就是用友好吃茶的紅烏龍茶的茶葉直接下去做這個戚風蛋糕，所以它吃起來，阿 K 們等下都來試試看，有個紅烏龍茶嘅茶味非常的自然的飄出來，它可能不是說像市面上很重的茶味，因為如果真的很重，可能是加了很多香精，但這種茶它是會在你的鼻後這邊嗅上，它自己飄上來的那種很自然的出現的茶。真的，因為我一開始吃下去嘅時間，係吃到雞卵糕嘅香味、甜味，就是蛋的味道跟糖的味道，還有濃薄一層這個鮮奶油奶霜的味道。還有再個最面安樣，
你知道为什么？有茶香跑出来，而且蛋狗会直接就是那个茶给抹嘞，对不对？对，茶叶直接磨成粉，然后撒上去的嘛。对，就是在你吃到那一口的时候，茶香会更重，因为我们的鲜奶油外层也是有加了茶叶一起下去打发这样。对，所以会整个都是很纯粹的茶的味道这样。要没黑你气给它送到了，走给。对呀。哇，很厉害！古时候你看一张好上人真到养不卡，做的做很多事情，韩国做的老气感跟理念，并都养个点的度红，就是减塑的这个概念。不过没想到老要到减塑的概念，唔单枪提供本可能消费者，没想到联合菜提供业者，古时候你有判的一集发通，很多人在做田地嘅看，人在做天在看，做在同大家分享要集发通冇？我就喺去年嘅时节办两只法通，就是我想讲，俩减塑如果一个人做的话，其实规模没有办法扩大，那大家也没有那么方便。单枪来俩片借杯子，然后还的话会很不方便。对，所以那时候就想说，我们办一个比较有趣的活动，想要把减塑这件事情更生活化，然后让它变成一种潮流，让大家会想要为了减塑来做这样的事。所以我们连接了在地另外3个店，有刚刚讲到的油后色茶，然后还有甜点店，还有那个手摇饮料店。对，我们就是想要大家会去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去谈合作，然后办了一个闯关的活动，设计了一个闯关的卡，那大家只要自己带容器去啊，或者是在那边借容器的话，都可以盖章集点，然后最后我们就会有一个晚会来抽奖。那在各个店家里面也都是可以在这间店借，另外一间店还。那不只是让消费者可以体验这个租借的流程，也是让店家可以感受到说，大家会为了来减塑，然后真的可以有这个赚到钱的方式。真嘅，其实也吃到青葱油嘅，嘿，可能大家会吃到有一些些无缝片，不过用一些些无缝片，可能做在完整太刺眼嘅保护，大家。应该当家看到那个报道，就是可能海龟又吃到吸管啦，也还讲海豹的肚子里面又有塑胶胎呀。其实要的东西，可能当家看到，我们自己可能也会有一点点震撼程度。不过真的会按用做嘛，其实不见得真的愿意去牺牲自己一点点。故说希望大家做得多响应这个环保的政策、减塑的政策。每动分析节目也有抢到会比同大家分享，谢谢。谢谢大家，什么大家？没什么，天司机调前观众朋友跟数可以休息一下，休好来做运动哦。